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是发生伫台北市信义区的厝税这个租厝的纠纷。纠纷的源头看起来是因为这个厝卡要申请厝税补助，这个厝主无甲回应，因为安尼一来，厝主就要加纳税。这个厝主既然是无回应，这个厝卡这厝就无爱租啊，要来搬走。但是厝主却要求爱付违约金甲后个月租金，搁共扣留这个锁匙，无爱互厝卡甲物件搬走。双方就起冤家，大声来汪汪嚷，上尾也是报警处理。要实物给人家，人家怎么点交给你？那你昨天租了没吗？厝头家甲厝卡伫社区大厅伫冤家。你现在留置我的租金没有切开我，那你也不代表可以留置我东西，对不对？豆讲厝头家扣伊的物件，双方搁闹甲报警处理，敢若甲这句话有关系？不好意思，他根本没办法申请租屋补贴，能不能申请这不是你很不算的。我要跟他申请租屋补助，可是要跟他续约的时候，他就一直都没有回，所以我才跟他提说，那我要搬走，到现场立刻大吼，然后大吼了之后呢？他就说：“你今天不付房租，我就不开门。”租厝纠纷发生伫8月底，台北市信义区这个社区1楼大厅内，厝卡咧斗讲，双方合约到6月底，伊要申请租厝的补助，要求继续签约已经几啊摆啊，抑过厝头家拢无插伊，后来决定要搬了后，厝头家讲，若要搬就要付违约金，甲后个月租金，同时搁扣锁匙。东西可能要当面细谈，我只是讲这样而已。可是重点就是，我后来去查了一下，他根本不具备有租屋补助的资格，所以这个其实是假议题啊。双方拢无提出告诉，因为依照政府发布的租厝的补贴资格，包括家庭的成员拢袂当有厝，另外家庭成员嘛袂当受到政府其他的主体补贴，还佫有每一人平均的锁定，袂使超过特定金额，这是相关的单位以上加生活费用3倍算出来，各县市拢无共。租金补贴而变相的涨了房租的话。租客还是可以主张说，这一部分所增加的租金是不用去负担的。起的租金袂当算厝卡的，内政部公布的契约当中冇明文规定，若是记载不得申请租厝的补助，法律的效果无效。即马发生这个租厝的纠纷，甚至恶意扣厝卡的物件，这只好行法院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